can try one more time. 哦，你说拿着你告诉我，没有，但是你没有气我说我很气他，我说我不想做出来，因为我要坐旁边要挂东西，他就坚持，原来他是男的啦。那你可以自己开车啊，为什么你要可以挂东西呢？我就是要坐这里啊。就是不爱坐啊，坐下，先坐。没有，我现在才知道他是很可怕的人。你别太可。